提到香港咧，好多人都話香港好多有錢人咧都離開咗香港，一係去咗新加坡，一係去咗英美。唔少本地人傾起呢件事啊，都仲係相當唏噓嘆息嘅。但係今年最新數據一出嚟，大家都呆咗。上半年香港超級富豪嘅人數咧激增咗22.9%，增幅啊全球第一。反觀被好多人當作香港替代者嘅新加坡咧，情況就截然相反。高淨值人群淨流入人數由舊年到今年咧降幅啊足足54%。有人就話啦，香港今年能夠有呢個成績係靠集中嘅 IPO 或者係超級聯繫人嘅身份，但係會長就認為呢一啲都冇講到核心嘅原因。畢竟咧，香港超級聯繫人嘅地位一路都有嘅，唔係今年先有嘅。咁啊，點解富人走咗又翻嚟？呢一出戲上演得咁快呢？答案其實就一句話：全球嘅資本終於發現香港根本上無可替代。可能有人會問啦，點解唔係新加坡？點解唔係西方？最後都係翻到香港呢？先講下新加坡。新加坡呢2年其實係嚴管傷咗身嘅。2023年新加坡被捕出30億嘅洗錢案之後呢，監管一下子收緊咗啦。而家喺新加坡開設家族辦公室啊，最高要追溯到5代人，審批週期呢更加係長到1年幾呢，都唔一定搞得掂嘅。呢一種急殺式嘅監管，勸退咗好多呢啲需要高效加埋私隱嘅有錢人。反觀香港啦噃，幾個禮拜就可以將手續辦完，簡單高效。更關鍵係咩啊？新加坡仲大幅提高咗移民嘅門檻，而香港呢喺度主動優化移民嘅方案，一緊一鬆之間，香港嘅吸引力自然就上嚟啦。今年上半年啊，香港收到嘅投資移民申請啊，齋係核實淨額就突破咗210億。呢一個數字背後啊，體現嘅係香港巨大嘅吸引力。香港其實一路都喺度靜雞雞咁發大財。再講下西方資本啦，點解最後都認香港呢？因為香港自身都喺度進化緊嘅。而家嘅全球局勢係咩啊？分裂感越嚟越明顯。世界咧唔再追求單一嘅普世規則，大家都有實力，邊個都唔服邊個，但係又邊個都離唔開邊個，慢慢咧形成咗呢個多套並行嘅系統。而香港嘅不可替代性啱啱就體現喺呢一度啦，佢係全世界唯一一個能夠同時接入多套系統嘅平台。點解咁講呢？有2個核心原因。第一，香港有解決爭端嘅屬性，佢嘅普通法體系俾西方資本提供咗可預測、可辯護嘅窗口。呢個就唔係簡單嘅法治2個字可以形容概括嘅。普通法已經成為咗多方信任嘅爭議解決機制，就算係合作出咗問題啊，雙方都默認香港嘅中立法庭能夠裁決嘅。第二，香港有資本最需要嘅高容錯性，因為佢嘅背後有內地、全中國嘅全產業鏈、世界工廠、14億人嘅大市場，呢個就為香港提供咗巨大嘅資本市場空間。無論係乜嘢商業模型，無論係乜嘢投資模式，都能夠喺呢一個市場裏邊揾到試驗田。呢2個屬性咧一疊加，紐約同埋東京咧根本上冇得比。紐約深陷美國國內嘅政治議程，放唔開手腳；而東京咧受限於日本嘅體量同埋定位，撐唔起咁大嘅需求。而香港咧啱啱就卡喺當今世界最核心嘅秩序斷層上邊，佢嘅進化亦都由過去嘅中國同世界嘅超級聯繫人變成咗更加關鍵嘅系統必需品。所以講深一層啊，富人走咗又翻嚟嘅背後，其實係聰明嘅資本喺全球試錯之後重新達成嘅共識，兜兜轉轉一大圈，最後都係選擇香港。